我是在地新闻，我是徐英莹。今日这是国庆，今年总统撰文的国庆的演说，以坚韧治国、前进世界为主题，明确表示讲，拒绝一国两制，这是台湾人民共同的诉求。一旦接受中华民国，就无生存的空间。因为中华民国台湾这6字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共识。总统蔡英文发表国庆演讲，首先对两岸关系明确表态，不接受一国两制。各位国人同胞。 当自由民主受到挑战，当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，我们就必须站出来捍卫。拒绝一国两制是2300万台湾人民不分党派、不分立场、彼此间最大的共识。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屹立超过70年，一旦接受一国两制。 中华民国就没有生存的空间。身为总统，站出来守卫国家主权，不是挑衅，而是我最基本的责任。蔡总统强调，台湾经历各种挑战，显示出台湾人民的韧性，对于中华民国派或者台湾派有新的解读。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段路，不论是哪个党派，只要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人民。 都不能分割彼此。中华民国不是谁的专利，台湾也不是谁可以独占。中华民国台湾6个字，绝对不是蓝色，也不会是绿色，这就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共识。挑战连任的蔡总统嘛，对两岸现况甲未来有这款的宣示。中国利用锐实力步步进逼，但我们很清楚。 作为区域的重要的成员，台湾要善尽国际责任。我们不挑衅，不冒进，结合理念相近的国家，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不会被片面改变。国庆演讲的尾声，蔡总统提出3点路线以及目标，让国人继续团结伫自由民主的基业，捍卫国家主权。 同时持续壮大台湾，强化经济实力，和民富国强，嘛积极走向世界，克服挑战，和中华民国的台湾伫国际舞台上抬头挺胸。